Hello，今日同大家嚟一集尖沙咀旅遊攻略。第一站呢，就會去中港城嗰邊，聽講呢，合味道有一個紀念館啊，今日特登去睇下。對於一個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嚟講呢，合味道真係由細食到大啊！一入門口呢，已經見到合味道嘅發展歷程啊，原來第一個即食麵係咁嘅樣噶，入邊仲有超多打卡位啊，好多小朋友都玩得好開心。之後呢，我就預約咗一個合味道工作坊。可以自己揀湯底同4款配料，最得意呢就係可以自己喺杯身上面畫中意嘅圖案啊！合味道簡直係我嘅童年回憶啊，所以我就寫咗 My Childhood。佢入邊仿照呢個合味道嘅工廠製作呢，真係好像真啊！4款配料我揀咗蝦啦、牛肉粒、蔥同埋墨魚。唔睇都唔知呢，原來一個杯麵嘅製作過程呢係要咁多步驟噶。再加個外包裝呢，我 DIY 嘅杯麵呢就終於完成啦！呢度真係好啱一班朋友或者係同小朋友過嚟玩啊！你睇下加埋呢個外包裝超可愛啊！大家過嚟呢就可以試下呢個杯麵工作坊。臨走之前梗係要買翻啲紀念品啦。佢後邊呢仲有一個專係賣紀念品嘅 area， 有好多係紀念館限定嘅 souvenir， 好得意啊！我諗帶小朋友嚟呢一定好開心。我就梗係要揀翻幾包零食啦。玩完呢，仲可以喺中港城後邊出嚟，可以喺呢個位同廣東道打卡。而家呢，就經九龍公寓嗰邊呢行去佐敦附近覓食，最尾就揀咗間附近嘅韓國嘢。大家喺柯士甸站 E 出口呢，就可以直接去戲曲中心。我見好多姊妹呢都會有嚟呢度打卡。今日嘅尖沙咀旅遊攻略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